各位朋友好，又係我執 fit 同大家講下2026年2月25號星期三跑馬地嘅夜賽。聽晚呢，我係會提供第5場俾大家參考嘅。第5場嘅4班1200米，今場馬我個初選呢，就1號嘅魅力寶區，4號嘅智力之城，6號嘅好精神，8號嘅彩虹七色，同埋9號嘅嘉應勇士。4號嘅智力之城呢，上一場呢未出賽之前呢，試4個大閘呢，都係試得好好嘅。所以呢，佢初出跑呢個田草1000呢，成為呢個追捧嘅對象。熱到呢，只係得1.5個開。但係呢，跑翻嚟呢，只能夠跑個第9，輸俾頭馬2個幾馬位。喺今季呢，我都推薦過好幾匹初出馬俾大家參考，而且呢個成績都唔錯。但係上一次呢，佢試大閘試得咁好呢，我都冇推薦呢匹馬呢。主要嘅原因呢，就係呢，佢未出賽之前呢，佢試嗰4個大閘呢，雖然係贏得輕鬆，但係呢嗰啲對手呢係唔叻㗎，所以呢就睇唔清楚呢匹馬。所以呢，佢上一場初出呢，我就冇推薦俾大家去參考嘅。但係今次呢，點解我又會揀呢匹馬推薦俾大家呢？就係最近呢，佢試一個泥閘嘅1200，同組呢都有1、2匹嘅高分馬一齊試呢。嗰次嘅大閘呢，見到佢直路一推呢，亦都係贏咗嗰次嘅大閘。見到佢嗰個餘勢呢，都係唔錯嘅。睇佢呢隻馬呢，總共試咗5次嘅大閘呢。我覺得呢隻馬呢，喺4班呢係有一定嘅能力嘅。今場馬呢，佢加程呢跑1200呢，我覺得佢嗰個情況呢，有少少似呢個喺星期日贏馬嗰匹醒目高球啊！大家記唔記得醒目高球呢？又係試大閘呢，就次次都贏嘅。一出跑田草1000呢，又係輸咗。跟住呢，跑1200呢，又贏馬咯喎。所以呢，我覺得呢2匹馬呢係有少少雷同嘅。經過上一場大熱門輸咗之後呢，我估計今場馬呢，佢會係有翻啲賠率嘅。今次排一個5檔，潘頓呢仍然再騎呢匹馬。同場呢有幾匹嘅快放馬喺前面走呢，我估計今場馬呢，佢會留住喺4、5位呢，然之後喺直路嗰度呢偷位追上嚟嘅。今場馬呢，我認為呢，可以再俾多一次機會呢匹馬。所以呢，我揾佢作為馬膽。1號嘅魅力寶區呢，啱啱由3班降落嚟4班。你睇翻佢今季呢，喺3班跑呢個路程呢，都試過入過2次圍。喺4班呢，呢隻馬始終呢，班次上呢係有啲優勢嘅。係個負磅重啲，但係騎師好啊嘛，麥文堅一定會同你跑盡佢嘅。今場嘅魅力寶區呢，我覺得佢都會係有機會走入前3名。6號好精神呢，跑呢個路程呢，跑7次，一個第1，3個第3。最近2次呢，跑呢個路程呢，都跑第3。但係呢，佢所輸俾嘅馬同埋呢，佢贏第4嘅馬呢，都唔係話好叻嘅。勝在係排個檔位好，排個3檔，同埋呢同場有快放馬呢。佢黐住條欄呢，前邊啲馬力弱呢，佢又有機會呢從後嗰度趕上嚟呢。我認為佢呢，今場馬呢，都係可以跑到連贏配腳或者係3、4重彩嘅位置。8號嘅彩虹七色呢，你睇佢上季呢，跑4場嘅1200路程呢，個演出好好嘅，一個第2，兩個第3，一個第5。但係呢，去到今季呢，頭嗰4場呢都係跑1400，演出呢都係麻麻地。最近呢，喺2月4號呢就報呢個路程，喺嗰場馬呢，佢成為頂頭大熱門喎。出閘又慢咗，入到直路呢，完全冇騎過，一路都係受困
喺裏邊。咁今次咧換咗由幾人安跑咧排一個二檔咧，咁我估計今場馬咧吸取過上一次嘅教訓咧，我諗幕後人咧會叫佢咧入到直路咧會拉喺外邊嗰度嚟追。咁今場嘅彩虹出色咧，如果跑翻上季田草千二嘅水準咧，咁當然喺今場馬咧佢都會係有機會走入前3名嘅。9號嘅嘉應勇士咧，咁今季入咗貴福特馬房咧，個演出反為咧冇喺容天鵬嗰度咁好。呢一馬咧係有能力嘅馬，但係唔知點解今季咧演出得咁差。咁我自己跟進開呢匹馬咧，佢今次初次過嚟跑馬地跑咧，咁我覺得咧都可以再跟多佢一次，將佢擺入範圍以內咧，喺3、4重彩或者連贏位咧都預埋佢。第5場嘅連贏及位置連贏4拖168， 3重彩單 T 4重彩4連環4拖1689。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想加入揸 fit 論馬群組，俾少少費用咧，同我哋一齊玩呢個3T 啊，或者呢個連贏過關咧，可以用65468512 65468512 WhatsApp 俾我。最後我都係講翻嗰幾句説話，小注可怡情，細細注玩下，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